往伤大个趁过哦。好可怜啊！这就严重啊，一个性足严重。即摆唔闹个性，我一路高兄嘛足严重的。即块地，迄当阵嘛风出久的，既然风起，不如赶快猛种啦，种看有啥物成绩无？伫南投德山有一群少年人用拢好的想法，优先种植，想要互更较侪人倒转来故乡做伙打拼。虽然因定咧讲有钱才有法度，阁有法度，毋过因的双脚依然伫遮定根，继续为这块土地打拼。内网对种甲收，其实喺第5年，其实这是算是大出，这是大生。啊，我这5年我安怎无加人饲？这人结合起来要创啥？咱治疗、共享资源以外，就是共好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逐礼拜3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